Hello，大家好啊！一年一度嘅大日子又要嚟啦，大家又知唔知係咩呢？冇錯，就係我哋嘅四校聯考啦。咁不如我哋依家就採訪一啲同學嚟睇下佢哋嘅睇法啦。Let's go！初三，高一級。我係中六嘅。咁想問下你有冇報今年嘅四校聯考啊？有。我而家讀高三。咁想問下你有冇報今年嘅四校聯考啊？冇啊，我補充咗。A A 啊 A 啊 A 啊！係啊，答案就係 A 啊。我覺得係 C 咯。係 D。係啊，答案就係 D 啦。估下 C。唔啱啊！ A 定 B 你信自己啊 ？A？A 啊 A 係啊，冇錯就係 A 啊。數學。英文英文咯。中文嗰題吧。最後一題，因為字有啲太多啦。刷多啲睇咯。祝佢哋超常發揮咯！努力温習咯，可以早日考到自己心儀嘅大學。加油，為你自己嘅目標去繼續前進。